残忍了。赵王，人哀家是还给你，再看管不好自己的妻子，以后是谁也帮不了你了。映月，把太子妃带下去。是。让我死！不是让我死吗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太后，赐死我吧！求太后赐我一条死路啊！太子妃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你不能说话。宣个太医去她宫里，给她好好瞧瞧，让她在自己的宫里好生静养。赐死我吧！回去传我的命令。把太子妃看押起来，不许踏出太子妃宫一步。是。前面那可是九王的轿子。是。给我追上。追。哎，是太子。大胆奴才！以为我没看见你做什么吗？九王出了什么闪失，你担得起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